后来每一年5月到8月是高雄6区的金峰山影大出的时阵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全世界的火运船班大混乱，这个货柜是严重来欠缺。以加拿大来讲，6区的金峰山影外销到加拿大数量就减少将近2成。加在农会甲农业局来配合，积极来找找内销的平台，帮农民渡难关。高雄全府武装，就算天气真热，直流汗，不过大家嘛是赶紧采收。全部拢是金峰山影送去农会集会场，工作人员无用咧人工选果，警煞装到箱仔送上车，准备要外销。高雄6区是金峰山影上大的生产地，当年5到8月大出，今年到城销往加拿大、新加坡等等。不过今年因为疫情，外销受到冲击，加拿大来讲嘛减买2成，互真侪果农拢真怨叹。大概上目前就是采收已经接近尾声了啦，销售方面也都大概没问题。加拿大现在走空运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海运这样子那么大量的出。少的大概是少了1、2成。目前我也有跟公所那边做询问，目前都没有说销不出去这个状况。为了减少果农的损失，农会和农业局找到其他的通路，推出金峰山影箱和防疫四果箱，成立了一个高雄好家在金黄芒果的专案，6柜金黄芒果直接透过我们的计程车送到了每个家户里面。金峰山影大公斤70块左右，想要吃甜的民众趁即卖的豪华把握，唔但会再享受热天才有的好滋味，而且佫会使帮助果农渡过难关。